世新大海中文系传出要伫114学年度停止招生，有学生嘛有收到说明会通知，学校是表示讲，除了中文系，阁有其他系所嘛拢有在讨论要来做调整哦。学校嘛强调讲会先沟通，嘛会来确保老师、学生的工作权甲受教权。山东大门口是真侪细心人共同会议，暗过伫小组化之下，大专校院招生是愈来愈困难。即马传出细心中文系要伫114学年度停招，学生伫顶礼拜五收到11月7日要举行停招说明会通知。居然我所喜欢的文学，然后中国文学这方面，连自己的学校都这么的排斥。中文系被废掉，在这间学校是必然。那毕竟现在社会上也是推崇的文科无用论。我们都说，就是我们创办人是舍我先生，我们都说他会生气到他的雕像会自己爆炸。学校承认，除了中文系，还有其他系所、学会、学程也在讨论调整。112学年度停招申请，若得到教育部核定，会伫114学年度停招第一申请。到已经入学的学生毕业了后，系所才会正式加入历史，强调会充分沟通，确保师生的工作权甲受教权。中文系这边就因为种种原因，就只能就是选择配合，但就是我们是比较被动的，我们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说我们要停招中文系。学校伫2年进前要讨论要将中文系改做中国文科甲传播应用学系，希望能提悬招生率。不过受学生大力反对，才停止。目前虽然学校也无送出申请，不过议员爱经过事先沟通、行政会议、甲学部会议才会定数。不过部分学生认为，在小组化风波之下，恐惊无法度推翻学校停招的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